台中跟很多台湾三国王的真属安的，三国王常有东江呢。会不会个三米的三国王双王？三国神哦。在一班心中泪都眼。还记得请长珠同来讲，你的这个肢体有点僵硬，但是我现在好像也还是有点僵硬。没有进步很多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下來。開口啊，蒙古啊！來，今仔大家好。係啊，根本意啦，係啊，要貼片冇用用，貼片冇用哦，貼片的計劃啦。正經當貼片嘞，當貼片，這是一個舊單元復辟嗎？以前有一隻節目，係咪？你睇下電視台。哦，有啊，之前有。之前有吼。我以前有主持過呢。哦，真的啊？有主持過？我以前有主持過用。真的，一槍有都大有啊！台時間係啊。你個樣是客家人較冇人多。客家主持人的時間。安尼客家電視台。係嘛？哈。所以我個樣是一開台出來嘛。係。所以當到節目是有主持人。節目有舊隻節目很主持。冇啦。所以我記得我有主持過一個節目，真的哦，節目很多三國衝來鬧連連，所以有唱到你們算係經營冇人出嚟。沒，三國咩？我係土定依人哋愛見呢。我真係，呢兩場有愛見哦。愛見啊！愛去前嘅人三國班，啊，大家比如講啲廟面前啊，啊，大家講啊唱三國啊。哦，又係講太舒下，係冇。我記得一唱戲啦。一唱戲呵。冇。唔係比場曲聽就錯咧。前橋帶看下嚟。根本算係兩個單元精華版哦，有唱到這啲人嘅必須地位度表現到清楚嘅現實，還有你親力去嘅欣賞有沒有？國寶級嘅欣賞，三年坐到後尾啊！大本開始噶，後堂嘅三國。對，前面係優秀嘅歌手，後尾國寶級嘅欣賞。冇唔錯。對。佢三曬坐那一片可以。三尊太神。哦。真的呢。福祿壽。不管坐那一片都會嗰種感覺。對。坐嗰片沒得坐兩個。哦。哇！太神坐到個壓陣啦！哦。請你來賓分享。對，分享哦。係咩？點樣從三國本開始嚟睇？我相信啲觀眾朋友今日已經非常嘅爽快。期待東橋。哎呦，今日嘅三國好談了。哎呀，嚟有唱 TV 啊！TV 係吳建峰帶來平板。嚟，啦。愛情。
嘛好？干妈，猪肉卖到尿板。两位主持人好。这样我靠，你真的卖猪肉可以赚那么多钱？啊，这个都假赚啦，金子带数字，人人花彩心，千万记得爱你给你。先不要，哎，叫无看到呢。系啊，系咪？最近身体较无安好，系啊，用班。啊，该甲状腺亢进啊，真的哦，嘿，你要买阿里太太哦。体渣吼系遗传呐。哦，爸爸妈妈给的那个是不可逆的。哦，然后第二就是平常的压力重大。哦，买猪肉有冇压力？有啊。哦，你那个是很舒压，那个剁猪肉。冇呢，哇，压力很大的时候有冇？剁猪肉。哎，早身体有3點的紅蔥，準備東西咧。該過年過節後11點就紅蔥來做勢，哪有講凍欠送咧？買豬肉凍辛苦，壓力凍開呢？買到凍豬都冇嘅啊！係啊，都就是休息咧啊！係啊，他就是做沖鍋啊，水磨啊，養一條啊。係嘛？去紅雞啊，買了對啊，係嘛？炒，解除壓力。身體還能顧了。對，舒壓吼，花錢花到開心啊！是為心情好，你話又好好掉啦，又好好掉，有時藥會去補啦哈。有個是療副作用動多呢。我用，會該皮膚會過敏啊，我開，喺個天氣吼生為牙貼。哎呀，很會生啊！哎呦。還有該凍嚴重的時節，跟面啊凍開，我懶得，我可以緊找啊，找機啊。最嚴重的副作用就是發福，會變胖，都是會凍藥呢，是真的會變胖，好像差不多啊。原因是錯，真的會變胖。有，緊都是藥誒，冇胖哦。過年哦，過年面可以拿抽呢。這個藥會開胃就錯嘅。跟有個食療吼，會緊食東西，都是會凍藥。以為是類固醇係嘛？跟有點像哦，會那個月亮臉水牛肩。跟勇士檢查，還蠻檢查到，甲狀腺亢進的時候，才50幾公斤呢。佢亦都有下佢食藥嘅食按灸誒，一批。10公斤呢？那這個藥不錯啊，還可以讓你這個增強。沒有，但是就很不正常啦。不正常。冇健康嘅配啊，啱咪上會降瘦。啊，去運動有差冇？咁係講去運動嘅話會較好冇？還是藥的副作用就是這麼多？副作用一定有啊。所以這個藥哦，好像就是可以救人，對不對？好像讓你身體變好，但是它又有一些奇怪又有一個副作用。我一直。食藥我會開嘛，咁先生老先生講，我食藥我面當開啊，我走咗都唔掉講，我開藥我本是自開嘅，因為是假扎，本來是扎嘅變兩扎，他面越高。啊，有較好冇？有啦，有啦，我冇意思，冇開是冇意思啦，用食療會凍冇水，哦。會想睡覺，他又有想睡的藥啊。對，那你可以給羅哥啊。你來嗎？我沒有，我自己有哈，我自己有。對啊。不過做這個糖豆幹嘛做嚟沖過？對啊，東半夜，係啊。張奎是參加比賽時間，你喺講可以溜嘅嘛？三個都沖吸煙的啊。喺講吸煙啊。啊，該線上教還是緊學是主任吶。啊，該攞時隻主持人訪問愛，佢是講該試驗。佢講試驗，我用冇糖冇埋燒，我係用糖，佢講乜解？跟我講佢呢個叫糖先。但係你咪冇當為糖嘛，錯嗬？你係未夠用啊？糖唔是，我糖嘅是好冇？我是唔要講。你就唔可以講啊！我唔要講，我冇糖是唔要講啦，係啦，唔準講。我咪冇曉講事啊嗱，我咪到了咪冇當會講。哦，啊唔過創作的啦，係嘛？創作的，創的唔會廢平，你知道嘅。創冇問題啦，冇問題啦，可能張奎些時間都少啦，連下衝都按叫咧，係嘛？主持哦，我唱兩首節目會，佢講開了，佢就該彈當橋，啊剛好兩萬好笑，我想到該去該我線上該。請去過線上舞卡，要該搶咗福士家爸爸誒，剛啱啲啊去拜年啊，佢講，我講老師，誒，佢係師母麼？叫唔啲，
还讲老师该系嘛啥叫呛来嘅？亲爱的，呛来嘅，呛来嘅，哈，老师那么进步哦。家不要讲亲爱的，哈，佢师母哦，唔系啦，呛来嘅，哈，你听不懂客家话，俺们客家应该用糖的心哦，俺用几样讲亲爱的啊，呛来嘅，俺谈到亲爱的啊，所以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好笑。某声音讲出来，真的是亲爱的，搞不好真的是。好啦，今天真的干嘛身体要保养好来啦，吼，再加来冲过过了，谢谢，生意兴隆，好不好？徐梦怡，谢谢。好，来回座休息，好来，好沙好来，黑林彩丽带来三个字，还有母女哈。摆装跟很多台湾三国王的真喜欢的，真喜欢，因为东腔的，会不会跟三 B 三国王双王？对啊，三国神哦，对啊，神明哦，掰了，对啊，哎。
彩丽先生，技术员好。你还噎的也讲哎。哎呦，你还不讲好发了？真的吗？对呀对呀。头版记得张伦他们欺负你。真的吗？爱那一位用爱那遐的人，对不能去两种人啊。爱亲都是小眼牙齿的。你头版戴牙套的时间。对呀。对，小文小深眼油哎吼。油按多年。不止100哦，董俊造成他的阴影哎，这也是一个动力，不边讲。对对呀。没有后台你按用声来。不给听到边讲。对呀。让他无话可说。就戴牙套，然后你现在就变漂亮了。真的吗？哎，那真的爱神猛罗哥。哦。真的要谢谢你。可吧，这家呢，这叫糖豆啊。是不是？但是这也是一个口腔构造啦，就是共鸣可能让你歌唱得更好。哎，真的有差哎，有差，真的有差。包较好创嘅，包较唔好，佢再包較唔起來咧。唔係我講林書豪嘅創到都要他們創到很好咩？沒關係咧，應該冇我之前安包吧。也特色啦，哎，蘇榮姐應該也蠻那個的吧，她的特色啊。對啊。我有一次就跟他講，我說你現在醫學這麼發達，你怎麼不去弄一下？這是我的特色。係啊，趕緊驗出來。難怪你之前來講，我讓你講，我要去矯正，嘿，你就讓我講不要。這是你的特色，哈，他拜吼去衝山溝，他還看到牙齒就滴啊，林采莉了。我當初真的有被你講這個話洗腦。哦，真的啊？真的。哦，那你為什麼後來？你也太容易聽羅哥的話了吧？我那時候一度想說，哎，真的好像是這樣子，跟某一種牙齒好哎。就是年輕人就是很好洗腦。哦，真的。所以你看，這種最好騙。那麼後，而且你還會騙人。我騙你騙你乾媽？我騙他乾媽幹嘛？我沒有騙，騙你乾媽什麼？哎，羅哥很愛騙呢。羅哥這麼很騙。冇啊，之前來嘅時間來比賽，好，因為我唔記得幾時係講乜嘅，反正有講到乾媽，係佢講，因為佢過年嘛，佢講啊過年。我煮飯煮菜，係啊，煮菜煮好誒，我鹹潮嘅時間要甜，我嚟講哦，嘅安陽嘅話，嘅望係加起嘢不卡，會做成橋。因為之前羅哥大白美迪嘅專門愛興嘅，一直很對，做成橋。對啊，係啊，嗰時我就挑戰用落去講嘅望係做嘢成橋，係咪嗬？我來煮飯，我來鹹潮，結果乾媽佢就講，哦，真的嗎？哦，那我真的是太愛你了。因為我來了一片講，結果羅哥你就說，哎，真的嗎？你幹嘛這樣回你哦？那你就天天跟他說你要嫁去你家，幹嘛天天就會說愛我？你就這樣跟我講。他現在就愛你了。對呀。所以現在是真愛。你後來去弄那個牙齒，不是都是乾媽在出錢的？沒有哦。我沒有啊。沒有。我做牙齒的錢係我來弄嘢大擂台比賽的獎金。哦。對。對，然後作為一個再出發哎。對啊。但是乾媽在你身上應該付出很多錢的吧？富雄啦。因為之前比賽的時間，特色的sản婦，然後鞋，佢全部人係批好，貴頭哎。真的。哇，那個比你的牙套都還貴了哈。哦，到現在的話，不止10副牙套都有了吧？10副沒有那麼多啦，冇咁多。係啊，我前幾日就係嘅勇士，唔講我愛偏激。我講好花。講好花啦。對嘛？係現出新的講法，講法有藝術咧。係，唔過嗰時間除了亞件事情，我英雄傾城，還有就那時候是海軍姐在主持，佢就講，老人講，做唔得搞聲音的，講偏音的話，然後你就說，對，小孩子不可以說謊，因為說謊鼻子會變長，然後講完。你又再講完，羅哥的鼻子就變長。不是，他又再補一句，他說啊，如果是采莉的話，他應該是牙齒會變凸，超壞。最記得這個，他是隨時不會忘記這件事情哎，隨時要 Q 一下。唔記得眼牙。講倆他冇 Q 用嘞啊。對啊，牙人家在邊難講。出來，都倆他按後上倆就做情商嘞，係冇。哦，要教學生咩教當多。係啊，要教學生嘅。對啊。係啊。會 sell 嘅 sell 朋友。對呀。所以倆片栽培出來的呢，係冇，誰就來。沒後台也在節目。所以你要只節目嚟出來，人家教完到學生嘅，對呀，希望來安尼節目比賽的朋友有乜嘅哦，後生嘅咩好啊，也係講總比咩好，有乜好鼓勵法同。其實我知道吼，
来比赛啦，像爱去干咩嘿？以前来比赛就是只有一个，就是梦想，愿望，对，就哦。我会冲山沟，跟我一天会来到鸦片，就是一个梦想。哎呦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已经是最高殿堂，不知道吗？嘿，没错，而且这是全国都能收看的节目，天师档全世界，对，全世界，对，故说这是一个梦想。再来是跳战去嘎啦，就是来这边。就是比赛啊，欣赏每位运动的意见嘛，来学习，来挑战去干，因为我知道比赛啊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叫敌人，因为你最要战胜的只有自己。你一定要勇敢踏出给踢一步，你只要勇敢敢站上这个舞台。就是成功，对，而且站在这边就不走，对，这边就不走，对不对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当然想要一直站在这里。对啊，这是一个起心动念嘛，对啊，有两种精神，你就会成为一个舞台当中嘛。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目标，因为评审欣赏打出来的分数，那就是数字嘛，对，就只是数字而已。那个，但是去搞了鸦片有进步，有学到东西，有带的位东西全部卡，那个才是最珍贵的。高场青葱油，梦从来知道亚章系青葱油的，今后嘅想法。亲自嘅 people 记啦，系啊，我一个生意就开始对安尼客家文化安有兴趣，也含推广都安好，真难得嘞，安后上从传统山歌。所以你应该最要感谢是谁？谢老师啊，当然是啊，启蒙老师。跪下了。咩唔使用，咩唔使，莫亏。对啊，没有啦，但是真的性感度，对，唔够真给亲神蒙谢老师啊，就是对啊，谢老师对我的照顾，教我按度，对，当然欣赏全部都有搞过，那一定的啊，因为来鸦片比赛，当比评审欣赏就会安尼欣赏，都不藏私的，手把手的教，那片好，那片唔好，人唔讲，就进步安样，系啊，你又做得好戏了，搞下去，系冇错，系啊，好，继续加油，彩礼。好不好？那客家就要交给你们这一代了，好不好？谁啊？路会推，后上会进步，好不好？还有行个些就看人家掉，好不好？我会善忙，善忙大兵，好嘛？好，安子 C， 谢谢。好来，陈列当朝，谢谢安子 C。听了跟你讲，真的，女大18变，真的被你这样子话术以后，什么话术？我是为他好的。来杀了，前面输带来平白。来谈个啦。乡
前面输太过，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，乜嘅嘅神歌團嘅團長咧，神歌對啊，唔敢，協會嘅會長，青島，對啊，很多職都話那稱。個冇出一啲投入啦，冇出一啲投入，就完全付出的啦，係啦，冇賺錢公益啦，你都傳承客家文化做嘅啦，真的，你從之前就開始參加，也係參加比賽以後先開始以為。以前只有細個要參加啦，真正比賽以後真正較投入啊！要較投入啊，係啊，出錢出力啦呢，一家都認真生涯啦，重點要係比嘅，得冠軍出去嘛，係嘛？對，有冇冠軍啊？呢個比賽冇冠軍。我抽年較好抽啦，睇自己認識嘅法。對，嗰陣佢是有冇來比賽啊？以前咯嗬。特別我咩講客家嘅鬧嘢到嚟係嘅總是堂觀眾嘅嘛，看到當到個比賽嘅選手啊，做個獎從電視台嚟衝山歌，那個堂我當非常嘅新鮮嘅，非常嘅羨慕出嚟啊！我想。我也想要這麼爽。加有人啊，一個幫我上電視台衝哦，這是我的夢想，有沒有？來比賽演夢就衝嚟。係啦。所以演夢到誒，難怪那比賽衝過係比到係啊，比到咧表定出嚟。幾樣事得到乜嘅名？有個那個海鮮哈，嗰個就一路我這邊體拜嚟參加鬧嘢大隊嘅。鹹魚海鮮嘛。海鮮嘛，嗰個要參加季淘汰賽，再嗰個到季季賽拿到第一名。又拿到係啦，拿到演出拿到第四名。第四名。哦，咁咪厲害咧！誒，佢到演出去按多年比，佢幾百三年咧，安尼比到好唔去？成績三啊，係啊。對啊，所以他其實開始在做客家嘅傳承。係啊，就像頭下講嘅嘛，他從團咩遊嘛，經常遊嘅街頭藝人咩遊。街頭藝人。他媽證照，什麼證照都有，新傳是有吧？因為係啊，嗰個天傳嘅街頭比賽都有參加。對啊，比賽過呢有參加嘅。110年參加天傳呢個松鼠組嘅山歌比賽，拿到第一名。去年又拿到第一名。咩要來衝過？有頒獎給很多台灣山歌王嘅證書啊！山歌王可以來當槍嘅。邊係要證書啊？有證書啊！台灣山歌王哦，跟要幾多啥油？彩禮沒有拿，要拿彩禮從下去領。彩禮去年係第100頒發呀山歌王嘅證書。應該係國後吧，應該唔係國王吧？國族嘅第一名。國族嘅第一名，就有頒發一台灣山歌王。係，冇錯。獎狀啊！去年係第100，我係去年拿超級組嘅冠軍，就有拿到。沙雷都有就出嚟啦。會唔會嘅神秘嘅山歌王雙王啊？山歌神咯。對啊。神明咯，拜咯。對啊。下面都太過，真係。恭喜呢！我講落啲啊，當落帶的，就做下你評審欣賞啊，有嘛吼？指導個評審欣賞，大概做當段呢。真係受益良多，就會啦。因為經過這麼多年，跟你慢慢的跟那個把我嘅磨練啊，大概真有進步嘅那個成績。講真的，這什麼嘢都欣賞咧，講真的，無私的這樣子奉獻、貢獻啊，都真。新機的這一輩，就謝啟國老師當然講過。講前面說啊，你當我唱個山歌字，我唱一種跳平板，唱一種跟有冇做的。但是都唱冇中央，全部都會挑戰呐。係啦，台灣係真係我唱一種呢，都上個咩種，山歌字有一種平板，也有一種。係啊，全部都會練呐。係啊，慢慢就一步一步的進來了。所以也有機會就慢慢搞出去。係啊。搞其他人啊，哈。安志生呢，基本嘢係啊，歡迎。再感謝非常感謝所有嘅。那個大頭嘅志同愛國嘅欣賞吼，非常感謝有幾個真有金本人嘅金本人那個係啊。你嘅節目咩啊？感謝兩條欣賞，還有兩條來傳傳說嘅朋友。古總嚟講，神明吼，客家界人有成功嘅人做人，鬧嘢大嚟就要磨練啦，慢慢的鬧佢挪，因為鐵杵磨成針啊，真係做磨戲啊，係啦，就
越磨越厉害啦。系啊系啊哈，去磨紧张啦，紧张啦哈。今日安子西多唱我们出泰国安子西，什么泰国？TV 加油唱来哈。安子西，安子西，谢谢。好嘞，好，欢迎。唱错可以可以哈。安子西，他个是。有个呢，有心，尤其喺唱了当演技嘅，系嘛吼，还安有心。对啊，哎，不见来见后生诶。系啊，唱歌本来就会身体会健康。来杀下来，杀下来，梁淑鸟带来3个字。弹过啦。走马看花。朱先生，你唱下架3個幾多年？幾多年？40年。我咁要？20歲嫁俾我老公，佢是我是學生哥。20歲呀，你啊，65歲。你成個西子 TV 高管的關注嘛？哦，真係啊！唔記得？你成個西子 TV 嘅傳統組的關注啊？我22年嘞，邊個按到西子？哦，慢年用版，我真的冇辦法記起來。我每天弄，我冇咁厲害。我記得，你 TV 的關注。我自己都冇創天天。TV 師管。創到當我。
传统组的关注。系啊。不过谈过金钱和忙事类闹嘢比赛嘞，张开始的时间，梦想的类闹嘢比赛嘛。一开始嘅梦想来就知道。看不起闹热是吗？係啦，但係因為我很有在上班，我想講我準備下好啲站做咗類比賽啊。準備都幾好。冇啦，這樣上班要準備，沒有辦法。一心無法二用啊，係嘛？對，人生就是這樣子，一直等。等有空，等什麼？等什麼呀？等什麼？啊，等到最後就沒機會。啊，你阿咁冇做生的嗎？有啊，後來家庭準備好了，係嘛？他有痴心就來比賽嘞。我線上查幾個線上，又是최基國老師哇！線上畢業了，你大白雙口是講哪兩時啊？大白雙口是講你可以比賽咧。係啊，係。唔敢來比賽咩？冇痴心嘿哦。唔係啊，梗係上班啊。你阿咩上班啊？對啊，跟勇士的比賽時間有上班冇？有啊，咪係啊，強勇啊。可能是頭啦，頭想即個準備冇完啦，冇乜心情嘛用。後來又搶下來唱歌，拜去以後。雙步腿，覺得好像還好，冇很強嘞。佢線上是講，你走得耐咧呀，冇咋就該，冇就愛等咧。來就等命看，係嘛？習慣就不拿去咧。係啊，咁冇簡單咧。不會創嘅嘢其實。記得佢一孫咧，咩一槍冇平分也用哦，就一孫就係習慣就夠咧。哎呦，係嘛？運氣較好啊，冇實力懂好，哎呦，所以難記得啊。記得。其實呢賽制嘅時間，你就開始主持啊。叫佢賽制我就出咧，好唔好？開賽嘅時間我就出咧。你咩賽啊？我也出，我幾次就出啊！我也咩行出啊？我也咩行出啊？唔怕人記得就好了，希望有見啊。所以你比賽時間沒有遇到什麼挫折？係啊，應該一孫啊，懂孫啊，我要一擺，有一擺，你有萬因，你緊張啊嘛該，該是有點面無表情啊，該笑面啊，可能係該。緊張壓力嚇，係，梗係喊讀到厲害嘅，冇咩冇？係結果沒又順利錄睇啦，結果就是在休息室的時候，還是七家老七家講，該我係線上調班同佢講，該唱歌係，就是凡事夢來上岸多啦，開心快樂唱山歌，我是七家老七家緊洗腦咩，後來聽一七家還是。恢復正常後來就不用強裝。那個哪叫什麼挫折？那個只是你心裡沒，那個是很大的挫折，因為有時會有一種突發性。你想講那倆舞台，唱歌本台噶，他們走得安靜，冇表情。是欣賞講冇表情，咩？我自己遲到，我自己冇表情。這個沒想動到呢。你自我要求也太高了吧？對，因為這個舞台是很不容易上，唔單止喺歌上聽聽咧，其他台風都會顧到清好嘅，張周的，用清好專業。所以你真的就一直面帶笑容誒。對，可是那一集沒有。那一集沒有。所以你晚上睡覺也會這樣？唔會練習。不會這麼有事吧？沒有。那要看醫生。你不用還拿膠帶把它粘着。拉提是不是？都得咯。冇按用，唔是按用，唔是做都按用啊！唔過表演按用嘅精神同好，會顧到全面的、全方位的顧到，就是自我要求比較高一點。係啊，安尼同好啊。係啊，你也希望講所有嘅朋友咪同共樣安尼，大不了比賽就同觀眾喺度比賽。係啊，同觀眾嚟比賽。同觀眾。舞台啊！所以你看真拿到第一名啊，厲害啊！表現都清好。沒敢掐欣賞，掐欣賞，哇！謝老師，好的學生一個都不放過，真的是桃李滿天下，桃李滿門，真的哦，冇來以為博阿嚟，真的，莫比博阿多。今天是謝吉國老師爆料大會，是不是？好啦，安子 C 啊，謝謝昌國長愛國本台嘅堂，謝謝，你說昌國長愛國本台嘅堂，謝謝，好，來沙爾本嘅聽一排上下來唱歌，皇上皇你嘅真民族欣賞到了咯，山歌。好嘞，彈過啦。
山青草，烟流烟呐，水浪流。近万千呐，走马看花，一阵风呐，光阴流。就是转眼间呐，贫穷富贵，命由天呐，何必留？世事啊，给高钱呐。心情愉快，神仙用呐，人生流。梦中啊，梦人生呐，民族欣赏哦，两位主持人，哇，有咩对人的客家贡献那个非常良多的一位欣赏，真的真的啊！大家共同树建树，大家来咯，客家文化维持下去。民族欣赏唔创客家山歌幾多年咧？幾多年？我創咧40年。我咁要20歲嫁俾我老公開始，我是學山歌咧。20歲呀哈！你啊65歲。阿姨。女人的年紀只能減不能增。所以45年了。 73年咯。43年我邊個行叫呢？咩當初？哦，一教人叫嘅，安尼創人叫嘅。我喺1988年開始到美國全球嚇40組啊，演唱轉來了後，我樣開始搞。
哦，伊顺飞安哟。佢之前咧紫薇嘛，加個學生紫珠嘛，紫珠嘛，對嘛，係啊，所以佢樣屬於天天去美國宣慰僑胞啦，順飛表演，嗰陣時就會衝客家山歌。嗰下我係推表新竹人曾憲多誒。哦，很厲害呢。嘿，1988年呢。對呀呢。也係2025年呢。對呀，是從係寫了兩首歌曲咁樣。哎呀，很寫實呢。也心情。高山青殘染流煙，嗬，青殘嘅水係染流煙嘅，就像人哋客家文化咁樣，源遠流長咁樣。哦，水浪起落見萬千。哦，人哋嘅人生是從倆水浪嘅起落，見萬千。就嘛看法一陣風，光陰消失，轉眼間不知不覺，過去40人。哎呦，真係啊！再來貢獻咯，再來嗬，我繼續下來嘅三個是貧窮富貴命由天。何必事事計較錢？唔到計較錢咯，錢當重要呢？當重要啊！哎呀，冇錢，那個做唔得。我因為落北埔嘅三個班放棄，嚇，我兩公婆見到花蓮去搞三個。哦，對，佢有因為家下見當小安陽人嘅傳統三個嘅形式。教學對。我老公是講。你犧牲地位，過去為到傳承，特別都是差異呢。你都半退休嘅嘛，我到北埔因為從頭唱流行歌，唱國語歌、福祿歌，我是冇乜分。所以你想TV 去花蓮教學嘅時候，應該去做李秋霞老師啊，羅英先生應該都有去過。羅英老師後邊有去嘛？係啊，青島啦，賴仁正老師沒有去過，青島。係啊，咁樣動要閃呢？係啊，係啊，唔好計較錢。真嗬，然後切頭會出門出。對對對。係啊，我聽音樂，我過去搞聽音樂，我是中風。中風。邊咯？去花蓮嗰邊，因為家下水務嘅品質冇當好，冇人去。係。早上佢是曬日頭，曬到連啱啊，窮陽寒氣熱熱頭，到呢度呢，那鹹呢，冇法度睡嘛。哦，冇公司冇。係啊，冇人去啊。係啊，冇人去啊。按樣嘅，辛苦嘅，按啲環境唔行去。熬過T6年。T6年。你下T6年呢？每年T6年，結果呢，我老公變老咧。哎呦，係。啊！你還有好因為當道嘅事情啊，嚇，壓力落去，加上嘅路途土石流，嚇，加上體痛，落去受到輕度嘅壓力，佢心情也冇清好，佢悶悶不樂。天災啊！佢老實人嗬，佢唔會表達嘅心情。身體健康較重要啦。為了傳承，但是身體沒有顧啊。顧好來啦。對啊。留得青山在，才有柴燒。對啊。你要放棄咧。是存鬧嘅大擂台和穿前添。反正人家說半退休嘅，係啊，佢唔係乜嘅問題。係啦，我可以講兩公婆身體要顧好來。同樣嘛，叫他教啊，冇人可以參唔到。66歲行動，放夜心情，係啊，真保養好來。好啦，安子說啦，今日嘢啊，特別是邀請來做評審先生，還有今日要唱歌門，大家聽，大家親好嘅。什麼嘢？太製作單位嗬，真偉大，做暗號嘅節目，本來都做得生存啊。客家電視台厲害啦，客委會啦，會保留三個文化下來。係啊，大家空下來啦。多謝，民族先生，很用心哦。謝謝，真係非常好，謝謝。東邊呢？好啦，真係啊，我一動要閃啦，係啊。沙雷兩邊咩清邊啊？喊他叫我，應該。從阿美都市就開始唱啦。哦，立秋下先生帶來平板。山歌塔，原來以前的山歌基現的樣板，佢條每個哎呀講嘅乜嘅條，佢條按到乜了？真仙、范仙、真仙就是回轉壽司哦。哎，沒，真仙、范仙、西皮仙、多貢仙啊。
哎呀，真的老当益壮啊，哎呀，对不对？三哥老三哥老公主。你三哥公主就好了，公主啊，不用老。你都会搞一大丝，黑妹也不会搞到肉丝来讲，不高兴。假设面前是见个人话口舌多了哈，无听啊，对啊，就算係有一些年紀啊，懂人。他個收錄啦，當做你開玩笑。係啊，是當然當做的啦。老師也沒有什麼價值。係啊，說哦，我是這個國寶級的人物，你都用我做的呢，也沒有啊。造次，我們說他老太也沒關係啊。他現在自己放棄，不算了。以前那位老人對我做啲阿妹啊，隨身講啊。係啊。所以他啊，觀眾朋友怎麼按隔音，是不是？就覺得你很親切啊。對啊，對啊，就很上癮，就是打成一片，對嘛？係啊，就像哎呀，同很上癮咁樣哎搞，沒錯，就可以。你要接觸，要你完全能夠接到現在年輕人的佛中，佛中啦，係啦，哈，夾中，不要自己認為哦，對我跟你不同掛，或者我高高在上。唔會啦，哎呦，你啊，講老實話，你啊就好上啊，好上嗰隻皮。啊，你像彩禮哈，還有啥啊？以前我老謝老師都做裁判，人家看那一條前 CV 同意對謝老師好上，按過模樣，按過模，用某一張牙好上嘅，某一張牙呀，牙好上唔敢問，你講唔講先？啊，民族老師人係去美國向阿姨表演咧。哦，1988年嘅老師向阿姨嘅，這樣子，人家迄紫薇老師起一下地址嘛？紫霞呀，紫霞仙子，紫珠紫霞。冇啦，講老實話，我喺線上就會用一個收音機。哦，以前台中法國劇團，牛茶笋。以前幾多同乜睇和堂按創國風嚟睇以前咧，我唔插陳義東，而家條拜露條拜。佢對後生人嚟講咧，成日啊，乜嘢都是，即天方夜譚啊。講老實話，細細時間咯，安尼彈個收音機，就個要做個同誒採茶戲嗰種，我上個收音機插過嚟，點都要講按多年啊。哦，因為要生出來啊。呀，正經上我都給插過嚟看你。哇塞！以前牛茶笋嗰條正經東藝話下睇和堂去創嗰個。哦，呢檔有下睇和堂。係呢個話睇和堂啊，買過咗總唔加講我三腳採茶。哦，採茶戲。頭擺嗰樣是有啲李文固。啊有啊。有嘛係啊。哦。以前咧短劇。短好笑嘅短劇。好好笑啊！有啊。李文固嘅嚇，真係有一三年啊。哎呀，有兩三年。這個劇用變的啊，乜嘅？可憐黑人啊，知道嘅算法公司上發黃月貴董事長第二位出一本書，裡邊留下描寫李文固嘅故事，這是一隻小可嘅人才。哦，現在就按那李文固，不是杜撰的人物就從來。佢個三國書裡邊都是有兩張人物的，啊，佢話當位我做小丑阿楚嘅，對，阿楚，我同你講哦，我也下過去哦，我同大肚哦，係啊，我也下過去嘅片，我同幾多細蚊，我做姐妹多記哦，誒，對啊，我推好了，對啊，你啊，你真假？哦，我真唔信咧，你要做啲姐妹多記，我真冇咧，你唔信嘅話，俺哋讀15年元好冇？有冇？你喺順記地部度嘅嘛？對，沒有唱盤。哦，地部做黑嘅，以前係黑膠唱片。哇，對啊，黑膠片啊，有6個嘅黑膠唱片。對，然後他就真的係，然後我都讀5年元啦，記住過去就是冇什麼，這個還調色啊東西對嘛？啊，冇啊，我那有調色，冇，你再打開了我批看啦，嘿。就靠過去，啊遠遠嘅個朋友都看到咧剪記啊，哦，係叫做過去，有看到冇？我家下剪記哦，唔知數5年元咯，
你弹个唱片按哟，按自家做的演都按哟，身临其境的感觉呢。你啊，李文古的后李文古哈，对啊。罗文古呢？阿文古的，好厉害呢！还唠到你看到画面呢。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。你听那个你会就有画面。就会想象嘞，就唱嘞哦。一个亚德先生一定就有弹过啊。哦，真的哦。我爸爸头摆。当然要得表哦，係啊，爸爸同強阿燕啊喲，同強阿燕。哦，唔過先生真是啦，客家文化好多人有掠到先生，真的咁樣不遺餘力，推廣得不遺餘力。因為神送流到客家人的血脈，絕對要推廣客家文化。我將來就初步開會咪講，客家文化，你要講語言係唔講，文化就滅啦。所以講，你上了天，尤其呢，你客家天書的有啲鬧嘢搭住台嘅節目，更加去推廣客家文化。啊，我講唔講錯嘛？唔單止一個節目，還有其他節目，其他節目。係啊，我講客家天書台當到呢隻個節目。而家要馬上講個福起來咧，沒有嘛嚇？有，每一年都有。係啊。義理主持嘅啦，有家啥主持，南部咩有哦？有啊，當主機係外頭個為了想你咧，我想啊，係啦，阿峰哥嗰時做機，講三個廠人鬧連連，要不見咩見人家講，我推薦讓你想。哦，我想愛哦，安子生，安子生。家爸爸咩我雙喜同我都好朋友啦。哦，阿飄哥，阿飄哥。是黃少華先生啊，安照顧。咁樣講真係好彩有客家電視台啦，張宇辦法嚟推廣。保留了條客家文化下來，還有新的客家嘅歌嘅，歌又出來。流行歌誒，流行歌曲誒，真的這個創新的這一些流行歌，真的都不一樣。咩以下歌嘅關係，佢是學習客家嘅語言，是才發現嘅，就像一樣啊，對啊，係啊，啊，親好啦，你要繼續推啲嚟做個安尼嘅平台上，安尼主持，我希望安尼所有嘅觀眾朋友，不單安尼客家人。你還能夠 keep 住其他族群來看你節目，有啊，我見到見到。你節目咩世界性呢？有啊。從你嘅節目前頭我出去哈，從我上陣嘢去北疆啊，北疆咩多到粉絲啊，北疆喺哪度？你唔係個電視上嘅，你就我去啦。北疆喺哪度？北疆喺哪度？新疆有啲南疆、北疆。新疆哦，你中國嘅北疆哦，呢邊咩要客家用錢哦？你台灣戲哦，台灣戲哦，你去撩係嘛？係啦，我去撩。我撈到你嘅客家文化交流團呢，你撩本人演出來係嘛？係啊，跟住咩？你台灣戲當到嘅啊，所以上咗節目就有啦，講實話要遷到嗬，能夠你分享俾大家。對啦，真冇？真冇，一到車唔得，係咪？什麼叫真真？我唱安歌，安好嘅彈嘅部，安好嘅歌。好保養，好保養，好啦，繼續啦，繼續加油啦，好唔好？太大啦，客家老公主啦，哈，安子姐，你講老公主嘅，客家女神，好啦，女神，好啦，謝謝安子姐。好啦，下來，好，下來男神啦，換男神啦，嘉義嘅先生帶來羅山歌，哦，來喲。危機先生，離別下啦，盡夠了，山歌啊！流凄慘啊！
生9强18条呐，也生了辛苦啊，为下家呐。山高堂，唔可以差啦。文化了，发扬啊！高梯架啦，三不二时。哪来冲啊？一天有遍地啊，为开发啦。太死！哎，闽南公主男主公哎嘛，主公啊！哎，两位主持人好，欣赏哦，欣赏你们做那用动物拍头呢？哎，那个叫什么？超人装啊！某一种董事长啊，这边还别一个徽章，你还买徽章？唔记得嘞，唔记得嘞。你买徽章，反正这个礼貌的推背了，嘿啦。吃到东江啊！哎。因为哦，你讲全身无有看唔得啦，这一系列东西。你今天没有穿你的龙袍哦，你在家是那时间，做你的龙袍出来。做龙袍，还有天使来做龙袍。你讲哎呀，6月天公做龙袍，几时日都一身老。哦哟，阿你有，这穷 Q 做啦。欣赏压做，你看根本体牌全部压好。全部压好上，搞个好上係酸得多嘛？酸得多幾多？酸得多，酸體育係酸得多啦。因為70年搞到呀哈，因為香港40年嚟啊，40年嚟。40年嘅時間。阿哥呀，最主要係要搞現搞古，嗰樣時像財力佢都簽好，係現啦，對，從嗰度慢慢嚟引來創，啊，所以像我淺嚟講，以前咧。唔過也記得一睇咧，唔像廖志豪啦、蔡啟田啦、黃義彤啦一啲全部都已經都太學嚟啊，都變態演嚟啊，甚至也都來表演啊，要強下來表演，甚至到那邊就開始要簽嚟做主教嘅，所以要鋪錢啥嘢嘛？應該要啦，要，一定要，係，因為哦，也40年嘅期間啦，嗰樣時一開始個三個大家當起嘅時間，都嗰樣時也簽到，嚇，都壓下來就冇像以前咧，因為年紀也長，係你以前嘅年紀，我就講啊，當時我20歲來教，學生係要20歲，
都养係60人，也學生要用60人。啊，強樣嘅學生嘛，唔係講強樣學生嘅，冇強樣嘅，要興趣嘅啦。誒，但是呢就變呢個你年紀長嗬，印度細，後生嘅冇接觸。較少嚟接觸到，接觸較少啦。對，最主要就係乜嘢？要俾我有一個舞台本意上嚟表演。哦，一條要上呢啲舞台，就不然你有呢啲心理上有啲挑戰。係，我類似看呢，看那樣就當會有心情啦。所以難怪唔特別教嘅學生嘅，你看樣就一定會推薦佢度。嚟到呢節目。所以差唔多，我因為講我唔辦了對到你第次間幫我跳嘅，哦，唔可以講走強走遠。就後來比咧，因為點樣辦咧？硬幣啊，就會硬進鋪嘛。真的會呢，哦，比到後背。係啊，上台3分鐘咪，台下就會10年過，就會按用上台嚟比賽就得。啊，結果教他人學生嚟講，係上去比賽時間，一個主持人問然後現場嘅乜嘢。做唔得講，係啊，衝得好做得講，對，衝得好做得，衝唔好做唔得，插過哦，是上年時間。所以我知道一下讀到青苔挫折，應該就係後生人斷層，哦，係冇，也係唔可以查，後生人斷層也唔可以查。當然啦，要後生人嚟學要。但是冇簽到，冇簽到，咪像以前我哋後生，全部都後生嘅咩？簽約嘅就係阿婆啊，阿婆帶嘅，土筍嚟嘅，嗰期最主要要謙虛嘅，唔可以本來一個行業要壓力咧，嗰最主要乜嘢啊？劉導演一學知道一檔難，他就不用依貼你，佢就簽難，最重要啊！係你我要謙虛，我要謙虛，其他嘅我要辦法繼續來發展下去，哦，甚至到你像我後本一開始愛現嘅，本人嫌講冇好，本人嫌以後人當地講，原來以前嘅山歌基現嘅樣板嘅，佢條唔係個人也講嘅乜嘅條，佢條按到乜嘢？真鮮、飯鮮。真鮮就是回轉壽司哦，唔係，真鮮、飯鮮、西皮鮮、多貢皮鮮啊，也係乜嘅嘢？喺國喺人條也來計算，真鮮就講絲調，飯鮮呢就變乜嘅嘢？枝調，哦，西皮鮮係降 B， 陸上鮮係 F。原來人當地個按樣嘅以前內皮嘅就係按樣。所以特別有術語就錯嘅。對，我記真鮮，我創真鮮，我記西皮子，我記飯鮮。所以我學到一鹹嘅以後，當地個要按多種鹹乾，你強韌就做得多邊，停日嘅鹹乾。我就底鹹高倉嘛，高鹹係大倉嘛，變到一般倉絲條，我就走嚟用中央嚟倉。當我地個教3個以後，當地個原來要按多嘅變化，冇人真是會唔啲，真係，也好彩我先生哦，佢當時我會記起呢，嚟俾下先生，佢講我會寫呢天啲，佢講唔記起樂嘢樂。樂器的樂樂，佢講千號我會唱，你會唱落去係咪嘢弦幹邊度行下度做？係確實唔會差，所以佢講弦樂我結合，唱係弦，樂器係樂。音樂我結合，所以難怪你又會唱又會樂，哇！真是有唱嘅外國嘅爵士樂呢，咩兩種想法咯？同樂器唱強嘅強下哦，用啥嘅強下哦？琴瑟和鳴，是不是？琴瑟和鳴，人情合一啊！人情合一啊！琴瑟和鳴。人情合一啊！唱歌就唱彈琴，愛現強用，愛現就唱歌那種感覺。真係多謝啦！唔敢。是夢先生嘅分享嘅，所有嘅人團，感謝。還有所有嘅按到演出嘅嘅學生。真係謝謝。好，安子姐哦，係啊，而家有閒再嚟唱歌問大家聽。好，冇問題。謝謝。點會先當然導演拍台，董事長慢慢。
行啊，恰动。哎呀，不是，今天真的要多感谢七位好朋友哈，你的欣赏还有优秀的好声音哦，还有咧哈。有年纪啦，繼續咧服務人哋客家文化嘅好朋友。多謝，反正節目接我做完嚟特別嘅吧，一陣麻煩大家嚟唱歌俾大家聽。好，歡迎。係啊，好，夜攤看睇了，我哋看下一攤精彩節目來。看咯。在一班心中淚都見歸條路紅，老年漸漸。然後跟主持人問講，他有什麼專長？他說他當過司，就是得獎的是金曲獎。各位長官貴賓，為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政策，請在活動期間務必佩戴口罩，感謝您的配合。農業音樂會，係今日音樂會裏頭有啲特別來賓啊，聽講係廿個學生嘅。係我認識嘅曾經帶過的班裡面的學生，親優秀。我那時候算是一個導師的身份。哎呦，導師的身份，唔過有青島清理開個欣賞教嘅，佢一個考場地位度嘅一個學生，親優秀嘅考場嘅。歌唱比賽係嘛？歌唱創作一樣。創作營，哇，地波度嘅學生非常的優秀，所以也曾經在你的這個教導之下成長的，成長茁壯，被我硬逼出來，冇啦佢自家非常的自動自發，佢對客家歌嘅親友興趣嘛。有獲得什麼獎過嗎？有啊，佢是得過台灣演唱音樂大獎。哎呦，佢每日帶來佢清醒嘅行業嘅轉型。哦，來，親優秀呢？來，談關啦哈。哎呀，按等下再好了，訪問其他嚟啊。來，歡迎一位江龔生勇。好嘞。特別愛燙到烤肉打鼓動腦熱鬧，愛手底黑站夜班，娘兩老婆布馬，將誰都好困難。阿公等愛戲，兩戲來就天天，娘兩改世界，搶一條龍來拜年。站夜班，生用來到人間，歸條路紅。老年漸漸自拋位，瀕臨崩龍湧從天，點促心肝都給夢田，在夜班，心中淚都見歸條路紅。老年漸漸自拋位，瀕臨崩龍湧從天，點促心肝都給夢田。嘅時間，用手會燙到頭腦打鼓落音量，愛爭啲別再傳統，熱淚熱笑學兩熱淚結笑，希望向讀書上木卡嘅世界，看人用風量感覺真多無理。站一班生用淚多人間歸條路紅。老年漸漸自拋位，瀕臨崩龍湧從天，點促心肝都給夢田。站夜班，真用淚都見歸條路紅。老年漸漸自拋位，瀕臨崩龍湧從天，點促心肝都給夢田。就是是新年，行啊路，夫人迎來真從前，重複照摩唱山啊山不叫，風啊流啊歌來帶滿。
望見咯，係呀落地係，係呀落地係，係呀落地係呀落地。站一班身用力動眼，歸條路紅，鬧熱漸漸自拋位，瀕臨崩籠向從天，讓促旋管渡給夢田。站一班身用力動眼，歸條路紅，鬧熱漸漸自拋位，瀕臨崩籠向從天，讓促旋管渡給夢田。江成龍，大家好，我係龔神勇。哇，邊冇洶湧了呢？現在很有型了呢。來，麥克風問去拿一拿，我幫你把麥架移走。你以前見到他的時候唔咩呢？哎，唔咩呢？給他有個腥味。哦，比較藝術。哦，藝術，這個藝術，超麻煩。藝術一點，還有藝術氣息啊。哦，當叫無糖都給調下蔥，給調過嘅，長一般來幫涼。係，佢調白創作嘅歌嘅嚇。誒，佢喺考場地波都創作嘅歌嘅。參加特別是客家 V&V 頒嘅創作獎。這是吉娜老師就係這個導師，逼迫大家寫歌出來的人。幾多年前？應該係前年吧。前年的時間。2013年，2013年的時間。啊，這樣子創作出來嘅歌嘅，是天創還是創作出來？他自己做的專業副下下面做的，不過做的在課堂當中，同欣賞討論啊，那有本學生嘅自己彼此之間可以討論，這樣也可以共創研究啊，你好。我記得欣賞就同我講，你的這個肢體有點僵硬，但是我現在好像也還是沒有進步很多，但是你外形上面進步很多，有慢慢的進步了。所以你應該不用當兵了，僵直性脊椎炎。沒有，還是要當兵，還沒當。忙做年輕後生呢，佢哋應該係啲圖書嘛，南醫大，太后新年生，這看起來懂亂啊。就那個就好。還有上年的用啊，頭先想同羅哥介紹講，佢唱歌嘅江唱歌嘅聲音特別。嗰兩時我咪有同分享過嘛，就是江唱歌很像80年代大學生歌手的民歌手嗰種感覺。佢家家表演咪係一把吉他彈。因為我生日嘅時節，爸爸就給我這個民歌譜，就是他大學時候的。就衝動都要。爸爸是施孝榮的粉絲就對了。就是爸爸也在玩，他也有玩嘛。裡面有搞就衝了。就是衝像什麼綠島小夜曲啊，快樂天堂啊這些。那一類的。對。就衝了。所以家學淵源就對。就有得本地的樣向。唔講樣板，唔講就要恭喜江江哦，發行全新的，全新的第一張專輯，就整張已經有實體了嗎？還在籌備中，已經在混音了，後期了。這個播出的時候應該就係已經發行有實體出來，然後大家都在支持。呢種專輯就係藝樂客家話念轉來嘅歌唱，因為這個名嘅很多。青豆嘛，因為我家裡是講海陸腔嘛，青豆就是找到的意思。如果你不會客家話，看了會以為是尋者，還在找的 ing。尋者，但是客語底部呢就會青豆就找到了。對，所以這個是一個諧音梗。而且尋跟秦在客語裡面也是很像嘛，一個是請，一個是請，有沒有閉口音的差別？我就覺得。我在尋找的過程，我都找到很多情感，這些暗湧。你還可以衍生很多意思江江兩冇簡單，他做廣播主持人以後也蠻舌燦蓮花，你發覺你新的技能蠻點的。有做嘅呢？有，你挺優秀啊，他是很純正客家對啊，但係唱嘅做轉戲，佢咩有主持？對啊，你當初為什麼想要青轉嚟呀？青轉客家母，因為去台南讀書，冇機會講客，順豐全部。講河洛啊，係法語，啊，詳細有講。成日嘅時節有講。亞坡有就圖藝嘅時節，讀書以後就冇乜會講咧，就開始喺度讀大學嘅時節就打天法，同亞坡打嘴鼓，就念轉來，本來咪
只听得懂，但是不太会讲。还有来就慢慢念转，慢慢念转的。我也两种都会讲的。系啊，系啊，开封。因为俺爸讲红了，你还没讲呢？怎么好像很熟？对，整个围炉空调哎。你没给他欣赏啊？你留没叫他做啊？就是因为从这个创作营，我也是遇到韦如老师。对，韦如老师也是其中一个老师。对于俺的创作，他觉得很支持，很欣赏，他就给我很多的指导。所以你创作客家歌的缘由，就是因为碰到这一些老师。一开始是自己想家啦，想用客语写歌。还有来参加发通啊，读到懂得嘅欣赏，就有懂得技飞學用版下客家歌嘅，我有客家米土，还有你可以是下歌的時節，只會下客家歌嗎？沒，高中嘅時節，高中就可以是。高中因為就是壓力很大，投那個私立學校，大家都升學為主，就抒發情感就下法尼嘅歌。讀太後張可以是下。那時候寫的是什麼樣的華語歌？可能就是有點民歌吧，有點那種，會有一點這種好像。還記得嗎？還記得。就是有一種覺得，為什麼大家都在追求一種社會的期待？沒有辦法找到自己的興趣跟熱情，有點憤怒青年的感覺，發揮。但是後來發現說，其實當時你就有去個可以發光的時刻，但是有可能不是在這個爸媽的期待裡，但是有可能是在你的熱情、你的這個自信。你當初那一些高中寫的歌，你還記得嗎？還記得一點。來，你要彈一下，來彈唱一下。好，歌名有歌名嗎？歌名叫做，這是我寫的第一首歌，但是現在講起來很有點這個黑歷史。歌名叫做新的去處。新的去處，新啊！哇，連歌名都很大學層。每當我打開窗戶，看到一根根浮木，只要找到心裡的去處，也不會在乎那些先祖。類似這樣啊，有點忘記了。剛什麼？學校是在墳墓旁邊啊？不是，我那時候為了押韻，打開窗戶看到剛什麼？墳墓。我一個墳墓。對。但是有一個時節，昨天下歌唔點樣用版下，硬找押韻，找到一些很不適合的詞彙。OK。所以呢，張奎是嘛？張奎是啦。不是我哋下呢，客家話嘅歌嘅咩，知道咩？還有懂得進步嘅這個空間啊！純客家嘅語言。羅哥講衝得清清楚，就懂清楚啊！比如說功課嘅哦。對啊，唔好講硬去用嘅呢漢語。你可以用撈捏簡簡兩種詞。撈捏簡簡，這非常客家。那開始就那個曲的話，你就可能衝唔出來嘅客家嘅味道。因為後來就發現到，我的家裡其實也有人會唱山歌，是我的阿胎，就是阿婆給爸爸，他很喜歡唱北管山歌。然後雖然他那時候是子弟班，就會講某潘法，就是說一個業餘的啦。那我看到佢生前的影片啊，7、8歲嘅這個，有拋棄了，而且聲音還非常亮，我就覺得好像有一種震撼，就是原來傳統客家山歌還有北管，唔係這個課本上的東西，喺啲藝術卡有，我的寫意裡面也有。原來我喜歡唱歌，係按因為藝術卡有按用嘅這個淵源，嗰時候就希望吃看啊，下客家歌嘅時節，可能做得不用一些傳統嘅這個元素，就會有客家味的流行歌。對，不是你不只在放那個客家的一些傳統的東西，你在客家那個詞義上面，這個也要感謝我爸爸啦。因為一開始我下客家歌誒，我就會問他嘛，他就覺得他真的有點忘記了，他還去考客語認證。你爸比都考客語認證，按期我自己都沒考，但是他就很認真，就是覺得說做得天數，那我有乜嘅詞彙唔提供用版講，滿記就會有覺得呀有客家嘅比較道地的，所以你爸爸也是你的共同創作人，對不對？嘿，冇錯。哎呦，你還欣賞啊，語言指導老師。對，共同老師，他剛剛有講到陳偉如老師，你欣賞啊？兩百人轉系底部都統統，他走，他跟偉如常常合作。是他整張是他製作的還是？沒，那種轉系我是自己當製作人，但是他當配唱。
批聪老师，找他就对了。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歌曲，就有时候我们歌手在这个录音室里面会当局者迷啊，可能会比较不清楚。对，外面有老师听的嘛。这种人其实来到。批聪欣赏会有很多细节，听下好搞。系啊，台南艺术太好。其实台南同批聪，你在台南录音哦。哦，你们之前应该有录音室嘛？你是应用音乐学系，对不对？有同学啊，有向下教啦。哎，你按我数，还你同学吗？没。哇，这是你的毕业制作吗？刚刚谈到嘅这个二胡啊，什么弦乐啊，哇，就系台南艺术太好。哇，好棒啊！这很值得纪念的一张专辑。是啊，哎，搞不好就是这样，很多大学城以前也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啊。哎，搞不好新客家浪潮，新一代的这种年轻的这种东西，哎，就是搞不好大标。对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产物。真的。啊，你根本也这个老师有来吗？找到你的嘉宾老师来了。从那条歌，很多청춘愛嘅愛，청춘愛嘅愛，得到去年嘅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佳作。这首歌其实也不是说为了比赛写的歌，因为你出去了，有一种旅游的心情，然后觉得很棒哦，写好玩的，某兄弟投比赛就中了。哎呦，那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这样就是比较没有得失心。冇错，而且歌很多嘛，该歌。청춘愛嘅愛，청춘愛你對客家文化理念啊，熱情。唔敢講佢之前有學過嘅人哋廣播嘅乜嘅。冇人講，有一班你送福起來咧，然後跟主持人問講他有什麼專長？他說他當過司儀。哦，司儀是怎麼樣司儀？就是他打工當過司儀，就有點像三金主席、三金司儀那種司儀，會念旁白的。就是得獎的是那種。各位長官貴賓，為配合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政策，請在活動期間務必佩戴口罩，感謝您的配合。那你自己介紹，用這個口氣介紹你下一首歌。你下一位，你要跟誰一起演唱？然後演唱歌名是？讓我們歡迎陳維儀先生。청춘愛嘅愛。好。唐官了哦。
講出來，愛對你嘅愛，愛存在，你存在，流傳咯，流傳咯，流傳咯，絲絲推推。好幸福哦 ！Guitar Face 出来了耶！哎，主持这个节目真的可以认识到好多很棒的音乐人呢，真的，对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哇，他们两个应该也是在课堂上结缘的吧？对，没俩课场底不对嘛？就加讲一个课场。对，本來係會有創作嘅創作營隊嘛，然後阿勇就他有宿舍，佢家。進貢，覺得他比較投緣。他一直說，他不是臉圓，還投緣。沒有，他一直跟着我。他一直就是個背後靈一直跟着你。對，跟着你啊，好像小弟一樣哎呀。問我之後做客家歌手，我蠻做，我蠻創作。就是他不止下問，就是。下問啊，做乜嘅風格啦？上問啊，臉皮很厚。係啊，就。中意自家就好嘞。某一次你懂音子呢，公司采访，他在那个课堂里面去，其实兄给梁是好演啊，罗浩源他也是课程里面的学生，其实都非常音子呢，就是在客家歌曲上面，他们都想要有一些突破跟创新。阿比里面亲后，其他一非常音子跟欣赏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子，不是歌王了，没有，他欣赏地位度，他老学生那个。年纪比较可以打成一片。你最好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是很打枪我，亦师亦友，哎呦，亦師亦友啦。哇，你真年懂好啦。哎，後來他自己都搞朋友嘛。唔好講我愛喺欣賞，係做激一地安尼。其實有陣時我知道，我自己做欣賞嘅時間，因為我啲高中高考嘅時間，我發現欣賞不是你下嘅學生嘅，佢對欣賞嚟講。如果是朋友的感覺，你會更好，他們會更好吸收，更想上課，就像我們當爸爸的一樣，你就勢必要跟小孩子要打成一片啊，所以他很認真備課啊，學生誒，據說的好許多懂得。你都準備什麼給學生看？自己的濃縮，沒有啦，編曲的那個。我知道，有一些的是，他就是有把繁化簡，係有一點基本觀念啊。不過我知道，鼓勵嘅心情啊，要鼓勵創作人。哦，對，需要鼓勵，他們需要一些力量。因為啲新嘅創作冇發生，冇本意聽到，冇做出來嘅之前，其實乜嘢都冇。其實從零到一哦，從0到1這個開始很重要。鼓手衝擊按鈕啊，然後讓學生去就是一直去那個。這是真的啦。對啊，羅哥一直想帶歪你。因為小孩子一樣啊，就是你就是要多鼓勵啊。我佢真係係算係同好嘅新嘅創作者。係啊，之後因為佢眼年相差有11年，我們都輸嘛，我們都輸嘛。我們都怎麼輸嘛？對，小馬。這樣在新生代算是最近非常傳奇，有啲表演沒青島啊。正經。有在強下表演嗎？有上是會強下去接一些的表演。有時候會合作。有時候會合作。就是比如說找你的時候，你就說哦，我團結將成龍強下去表演來做的某啊。可能我會副總推薦的。我會推薦他。可能以後會變成他推薦我後面，有可能哦。從條下衝去幾條歌嘅，係嘛？條下講喺出去旅行嘅時節嘛，衝出愛嘅愛嘛，旅行嘅時節的那種靈感。就是去超愛去啦。那我那時候就是也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活動，我就跟着去了。反正就多一個經驗啊。我Andy出發以前就是想。我們應該要帶一點創作回來，所以我們帶了吉他，帶了電腦啊，錄音界面。那時候，我記得 Andy 在創作 demo 錄音，我就在
饭店里面，然后拿那个麦克风，然后拿袜子套上来，还防喷麦哦，对，自己做遮风罩，那做出来应该很有味道。所以其实大家谈到一下冲刺眼嘅愛係猜這個我們看到那個土樓啊，還有那個眼哋很多，後來還有許多馬來西亞，很多地方去。你的第二個故鄉嘛？土樓你是去那個馬來西亞，對，用聽嘅片咧，所以我係頭一擺同佢下創作，共創就出嚟，我就發現，其實佢互相交流，我教學相長，會有不一樣的火花出來。創作，你真的很客氣耶，冇，我就會按用，你真的按用給你哦，真的哈，真的是這種人哦。上一次你看到那個彈得比你好，你也說，我就哭了。因為真的彈得比他好，對，這我可以作證。你創作就係我有某樣嘅人，將會有某樣嘅想法嘛，自己寫就有一個盲點框架，你有個框架，不一樣的火花出來，佢就有本來懂得想法，可以擴大你們的宇宙，這樣音樂宇宙這樣子。我每次都客家音樂，原本好像大家都是自己一個人做嘛，你讓他走得懂得找到伴互相利用，讓他下鈎讓他拍一點影片。他們兩個很互相利用就是彼此好像就交不離夢，夢不離交。去年啊，記得個年聰明都開種，開衰咩利用啥？跟他一比衰啊，有發生好玩的事情哦。什麼好玩的事情？經常忘記換衣服嘛。什麼意思？他裸體哦？不是，因為簽名還有一條鈎就是他唱的《東方美人》嘛。其實該比衰個啦。那時候想說，某腔嘅這個傘夫，但是他忘記換了。記唔記得沒關係，記得穿內褲就好了。後來就穿同一套衣服，是不是？就是有一點不搭。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影響成績。那個成績還沒出來嗎？出來了啊！出來了。有啊，你就佳作啊。拿到佳作。本來那可能有影響到。才佳作的。就是本來其實我有2條，老記黑一條，衝出來嘅愛創作，我自己也有一條創作，所以其實給愛他要報名的時候，我說不要，這樣會2手一起打架，一定1手不會得獎。結果他真的有帶一些幸運，就是讓我有2個獎項我們都得獎。對。兩個獎都得。因為同來講，就是他投了很多年，他投了很多年都沒有入圍。對，然後我第一次投。他是你的幸運。所以我講就是我知道我算係欣賞呀，唔算係欣賞，因為他算是我的就是幸運星。我才是你的幸運星。對，都是。開玩笑啦，優秀啦，懂優秀。對，這個兩位真的是懂厲害，真的非常棒的。他真的是年輕的一代，很有想法，真有想法嘞。對啊，19歲甜甜呢。20歲啦，20空的啦哈。對啊，那個往後個前途很懂演啊，很懂拍啊，真的。客家真的都靠人家的。是蒙太假，真的啊。韋如老師在哪個轉戲底部也有參與配唱啊。本來其實我想要搶佢做製作人，不過因為我想帶製作人，我不想要當製作人。他想要當成指導就好，指導他變成製作人。那搞幾就抽嘞。對啊，因為我。對啊，不然就是他境界已經到了，不然到時候如果製作沒有，知道 V 他很有做，所以人家怪你。是這樣子嗎？沒有啦，我才正想說你很有做老師的特質，他很樂於分享。我會繼續加油啦，對，他敢強啊啦，強啊進步，好啦，未來就有厲害的製作人跟創作人。是，我相信他敢真的要多多支持啊，那樣的客家新生秀啦，係啦。青島係嘛？係啊，用音嘛？青島，可以留下用音，其實新的轉型有來支持。那最後再帶來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帶來咩歌？那條歌就係一路強哈。一路強哈。這首歌呢係一個葉玉嬌老師寫的，因為參加客家文化夏令營，讀到懂得欣賞。他可能很欣賞年輕人吧，也就傳這個歌詞給我。他說：你有沒有感覺？我看起來，我覺得懂後。
一路穷哈，有没有感觉？这是一个什么邀约吗？对，没有创作的邀约。他没有那个啦，他没有说要叫我写歌的意思，他就说分享他的写的东西。给他作品啊，我看到觉得很棒，很有感觉，有感动。老师我很有感觉。可以是下狗位，我希望跟你一路穷哈。一路穷哈，从下狗位哈。这首歌一路穷哈就会讲，你出去春光大边做些读书，离开家乡。就是上某卡嘅世界，想到家乡美好的画面，可能阿婆煮的菜，或者田间小路，突然又给你力量，又动到力量，继续夯下去。在心里跟你成为你的力量，一路穷哈。就是客家的创作之路，你也要一路走下去啊！太家穷哈行。对啊，太家穷哈行。对啊，新的专辑出来了，冇简单呢。按这个穷哈来弹一条，一路穷哈来。辛辛苦苦几条路，强下坚持，心心念念去前途，强下梦想，世世代代记照顾，在未来路留下幸福的脚步，一路强下，一路强下，春爱莫忘家乡的花，一路强下踏遍韩国。前行大路，今行今笑，今行今言，得摆上多转。